来乡亲啊，这个台南湿地的生态保育是相当的成功。即摆才拄进入到秋冬，已经有600只乌面腊杯飞来7股的保护区休卡过冬。因为关铁沟啊，陆续有真侪乌面腊杯飞到台南的7股保护区过冬。进前乌面腊杯保育季已经开始啊，准备要迎接国际贵宾。乌面腊杯全世界总有6000多只，其中有差不多3824只是飞来咱台湾。飞来咱台湾这乌面腊杯，大部分有差不多60%的数量，拢是飞来咱台南。当年乌面腊杯到台南过冬的数量已经连续7冬超过2000只，目前还未寒人。乌面腊杯到台南的数量已经超过600只，可见台南市生态保育做了真好。全家大小来咱的7股、客家、四草来款的乌面腊杯。乌面腊杯是保育类的动物，全世界拢真重视。今年保育季佫开放找市长黄伟哲野放的11只乌面腊杯，欢迎全国乡亲做到台南看国际鸟仔，感受无共款的生态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